翻嚟節目時間，柏傲山嘅單位有西斜問題，室內會比較悶熱。設計師喺全屋鋪上牆紙，又選用天然嘅木皮製成家私，好處咧就係唔容易吸熱，日照之下咧都唔容易變黃。另外，全屋嘅用色圍繞大地色系，營造自然平和嘅氣氛。單位裝修費80幾萬。白色牆身，淺啡色梳化，絨毛地氈係淺灰色。柏傲山呢個單位全屋用上大地色系。呢個單位咧有部分嘅景觀咧都係有少少海景啦，另外一邊咧亦都係全部都係山景啊。咁整體嘅感覺咧，屋主咧都想嗰個單位咧比較 calm 一啲啦，同埋比較 natural 啲，等佢哋長時間 stay 喺度咧都唔會覺得悶啊或者唔舒服咁咯。單位嘅客廳採用落地玻璃，加上西斜日曬問題嚴重，想室內嘅用料同埋家私耐用一啲，選材上面就要花多啲心思。喺顏色上面，我哋盡量用翻淺色啲嘅 colour 啦。另外物料上面咧，我哋避免用一啲容易啲吸熱或者係容易啲變黃嘅物料，用牆紙去代替油漆啦。咁一嚟佢冇咁容易變黃啦，二嚟咧本身牆紙咧佢都可以冇咁容易吸熱嘅。咁另外咧物料上邊咧家私嘅物料上面咧，我哋就用咗天然木皮啦，減少用翻焗漆嗰啲，因為佢哋容易啲變黃。單位各個區域用上唔同款式嘅牆紙，透過唔同質感同埋紋理，豐富視覺效果。好似梳化背後呢一款啡銅色嘅牆紙，印上大細唔同嘅三角形。電視機後面嘅牆身就以白色木條紙修飾，一直延伸去到旁邊睡房嘅入口。電視擺位咧，其實係有難度嘅，因為本身嗰邊咧係有門口咧入到去另外一間房嘅。咁所以我哋喺嗰邊咧，我哋做咗一個條紙牆身嘅隱藏門啦，咁可以令到嗰度有一個視覺上嘅錯覺啦，令到望落去咧就冇咁突兀。飯廳呢一邊亦都用咗相同嘅手法，走廊位加裝暗門，延長飯廳嘅可用牆身。單位樓底高超過3米，儲物空間可以向高空發展，但係設計師認為樓底同客廳嘅面積比例唔理想，於是透過加入唔同嘅燈飾去到淡化呢個缺點。高度係足夠，但係佢平面面積咧相對嚟講會比較窄啲，咁所以咧就行入去嘅時候反而會有局促嘅感覺。咁所以我哋都做咗好多，譬如話燈槽啊、射燈殼啊，或者用咗一啲特色嘅吊燈，將個 focus 可以拉翻低啲，令到佢嘅高度變翻一個合理嘅感覺。單位有4間房，不過原則嘅房間偏細，未能夠切合屋主嘅需要，所以設計師將其中2間房中間嘅間隔牆拆走，改以高身儲物櫃分隔。房咧都係比較偏細嘅，戶主咧佢又想放床啦、台啦、衣櫃啦，咁但係我哋必須喺間隔上做一啲改動，例如仔仔房咁樣咧，我哋將其中一埲牆拆咗啦，咁將嗰個衣櫃咧做喺嗰個床尾後面啦，佢亦都取代咗原先嘅一個牆身，咁我哋就再冇起翻落去啦，咁可以慳翻中間嗰個位置啦。而配合仔仔嘅活潑性格，儲物櫃門以特色磁石飾面，小朋友可以隨意貼上唔同嘅磁石，拼砌唔同嘅圖案，甚至用水筆畫畫，發揮創意。主人房用色以簡約為主，白色係主調，床背用上灰色嘅牆紙。呢度嘅儲物櫃同樣向高空發展，不過設計師喺天花預留空間，減輕壓迫感。